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藏语文基础里面的这个叠加字。那么什么叫叠加字呢？叠加字，是，那么叠加字的话，用藏文来说的话是接多间，接多间，接多间，接多间。那么这个叠加字，什么叫叠加字呢？叠加字是，基字可以加上加字和下加字的这样的字叫做叠加字。对，就是说任何一个基字可以就是同时加这个上加字和下加字的构成的这个字叫做叠加字。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叠字的话嘎、卡、巴、帕、嘛这5个基字，那么它可以同时的话加这个上加字还有这个下加字，那么这5个基字可以形成13个叠字，总共是13个叠字。那么这时候它们的这个上加字只能是ra或者是sa，那么这个下加字的话只能是ya或者ra，对吧？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它的这个读音变化的情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叠字嘎和这个巴的变音同它们下加字的读音相同，对吧？好，一起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嘎呀大嘎，嘎呀大嘎，好，等于萨个大嘎呀的嘎，萨个大嘎的嘎。好，还有一个是拉个大嘎呀的嘎，拉个大嘎的嘎。好，那么第二组是嘎了的扎，嘎了的扎。好的，等于这个萨个大嘎了的扎，萨个大嘎了的扎。好，再看一下加，加，巴呀的加，巴呀的加，萨巴大巴呀的加，萨巴大巴呀的加。也就是说萨巴大巴呀的加的话有这个上加字，还有同时有这个下加字，对吧？这个叫做叠加字。那么再看一下巴拉的扎，巴拉的扎。好，萨巴大巴拉的扎，萨巴大巴拉的扎。好，也就是同时有这个上加字下加字，对不对？好，那么再看一下叠字嘛，好，嘛它原来是这个低声调，对不对？那么它如果加了这个叠加字的话，变为高声调，也就是高调，对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嘛，拉玛达麦的nha，拉玛达麦的nha，高调，对不对？好，萨玛达麦的nha，萨玛达麦的nha，好，一定要读出来，读这个它的高调nha，好，三呀大nha，三呀大nha，对，也就是加了这个上加字下加字，这几个音都是一样的。还有这个嘛，萨玛达玛了的嘛，萨玛达玛了的嘛，很好。那么还有这个第三个，它的这个叠字卡，还有这个爬读音，它这个加这个上加字之后，原来的这个送气变为不送气，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俩一起来读一下。第一个是拉个大嘎，拉个大嘎。好，它是怎么变的？拉个大嘎的嘎，拉个大嘎的嘎，嘎。好，那么第二个是萨个大嘎，萨个大嘎，萨个大嘎的嘎，萨个大嘎的嘎。萨个大嘎的嘎是就咕，萨个大嘎的嘎是就咕，咕。好，再看一下萨巴大巴，萨巴大巴，萨巴大巴也的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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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巴大巴拉的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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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些单词词汇量是很重要的，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头发，头发是对扎，对扎，萨个大嘎了的扎，萨个大嘎了的扎，扎。好的，第二个是声音，声音是萨个大嘎了的扎，萨个大嘎了的扎，扎。好的，再看一下理发室，扎康，对，扎康，萨个大嘎了的扎，萨个大嘎了的扎，康，扎康。好，下一个是猿人，这个不会是吧？好，遮咪，萨巴大巴拉的扎，萨巴大巴拉的扎，马基乌咪。那么马基乌咪是人的意思，好，遮咪是猿人，好，遮咪。好，再看一下羽毛，
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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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的卡，拍的卡，萨嘎达嘎达的扎那如住，萨嘎达嘎达的扎那如住，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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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好，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单词，六弦琴呢？展年，对，很好，展年，展年，萨嘎达嘎达的扎，萨嘎达嘎达的扎，三年大年那年，三年大年那年，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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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好，那么再看一下下面一些短句，第一个是我是藏族，我陪你赢，对，很好，我陪你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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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是他是汉族，空给日日，对，空给你日，空给日日，空给你日，空给日日。好，现在几点了？谈得出嘴卡嘴热，对，很好，谈得出嘴卡嘴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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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下一个是小鱼，年冲冲，对，牙冲冲，年冲冲，牙冲冲，年冲冲。好的，很多事儿，列个忙不？列个忙不？列个忙不？对，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叠加字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已经了解到了吗？了解了。好，没有问题吧？没有。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叠加字就讲到这儿。好的。嗯。